很多泰国的和尚都到一贯道佛堂求道。泰国的年轻人也都要有短期的出家。泰国现在的活过了，男人啊，年轻，好像到几岁，20岁还是几岁啊，都要出家，然后短期的出家，然后把功德回向给父母。所以你看，都泰国的出家人，可能也有寺庙的出家人，看来都很年轻啊。有到一贯道的佛堂求道了，求三宝心化。